来看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最近5档资通讯学群甲工程学群的碩士毕業生，平均的月薪是5萬塊，相關學群是42400塊。有袂少大學看到這個趨勢，嘛推出培訓的課程，要來增加學生的競爭力。國內半導體欠人欠個真嚴重，互企業更加願意用真懸的薪水挖人。人力銀行甲以前無同款的調查，今年用研究所3大學群畢業了後的前5名高薪職務來排行，發現工程、資通訊起薪中位數是5萬左右。相關學群是42400塊，尤其佫以數位 IC 設計工程師74000相關。你碩士班畢業如果到一些比較頂級的 IC 設計公司的話，可能薪水會來到10萬、15萬這樣子。對，所以那個薪水有時候是非常非常嚇人的。為要讓學生畢業了後，能真緊去一場食頭路，各校也攏出招，培育企業所需要人才。以工學院起家的原地大學，開設企業書院，佇校內都甲企業共同培育人才。中華師範大學也力求轉型，擴大產學合作。他們就進到學校，然後開一些他們覺得企業這一方面的這個課程是比較能夠銜接到他們就業之後馬上就可以用，所以我們就是以共育的這種共同培育這個學生到企業能夠用的這個概念。他的學歷還有經過，他必須要熟悉這些，好像數位 IC 設計的話，要學會寫程式，然後要學會使用這些設計的工具，好，這樣才有辦法進入這個領域。人力銀行表示，工程資通訊學群高薪職務，碩士學歷是基本，相關類是大部分要求學士，毋過儲備幹部碩士會比學士一個月薪水中位數高2萬外。工程職務的專業多元，老兵靠這個發展，應繼續讀碩士為家己加分。記者綜合報道。